玩得短視頻互聯網咧，大家就千祈唔好怕醜。曾經有句話叫做又要做老舉，就千祈唔好立貞節牌坊。同你講個故事啊。曾經咧，雷軍喺2015年嘅時候喺印度發佈會講過一句話叫 Are you OK？ 咁當時啲網友咧就嘲笑佢，因為講一句話咧帶啲濃烈嘅鄉音，咁啊廣為流傳啦。咁嗰時咧，雷軍咧佢唔會覺得羞恥，反而覺得好樂觀、好積極咁樣去應對。咁後來咧，佢將呢個 Are you OK 咧就註冊咗個商標。咁大家可以見到佢哋嘅小米嘅大樓裏邊咧，就有一個好大嘅 logo， 就係 Are you OK 啦。咁包括你去到個門店咧，都成為咗佢哋嘅主題曲咧咁樣。咁今時今日 Are you OK 就係我手頭上呢一個咁樣嘅產品。呢個產品係咩咧？係一個汽車嘅帽蓋，佢居然賣到19蚊，而且銷售單量去到幾萬單。所以咧，大家千祈唔好嘲笑任何一個互聯網嘅創業者，分分鐘咧，你哋幫人哋係取緊勞斯萊斯嘅碎片。Are you OK？